喺澳門返工竟然有咁多保障，呢8樣你一定要知。第一，每個星期有1日週假，每年10日強制性假期，一定要放假。第二，做滿1年至少有6日有新年假，2027年起每做多2年加1日，封頂係12日。第三，工作日超時加班有1.2倍嘅加班費。如果假期有返工，僱主必須依法補假或者補薪酬俾你，唔會白做。第四，女性僱員產假而家加到90日。生完釋放60日，剩低30日你自己安排。第五，僱主需要提供住宿俾你，如果唔提供，每月至少俾500蚊住宿津貼。第六，勞動關係一旦終止，僱主要報銷你返內地嘅交通費。第七，七糧必須由僱主直接轉入你嘅澳門銀行卡，唔可以經過任何第三方㗎。第八，僱主一定要同你簽書面合同，合同上面寫明職位、人工、工時、返工時間、返工地點、合約期。呢8樣外勞保障少一樣都係違法㗎。記住，呢個係你嘅合法權益，唔係僱主俾你嘅恩賜。遇到唔合法嘅對待，可以向勞工事務局求助，及時出聲先可以保障自己。關於外勞問題，大家仲有咩唔清楚嘅？評論區留言。